来啦！是，我告你，回来了。爱人心啊！害你地罪，尽飘存在我，四处漂泊不定，音信难通，莫定定恕罪。罢了。爹爹，我车为何不在家中守候于你啊？哦，伊往所谓先生家中厝回你寄倒来陪死啦。海鱼并无骗开回来啊！啊，搁一年了文，也是将所谓先生转来啊。海鱼并无寄回潘信甲朋友回家，莫非是所谓先生收着别人的钱，将伊搞错了？哦，如此计较应变的。害你随爹爹一同前往。头前大路。是。少年先生，今仔日吼是正月初一呢，啊，你要食什么啊？食这个。大嫂啊，今仔日是正月初一，啊，你来阮兜是？啊，无什么代
早来甲先生先生娘拜年，顺便带淡薄物件给恁。哎呀，你等等袂起啊，唔通啊，唔通啊，我都无物件摊3年，还好个摕恁的物件咧。淡薄物件，请收起。唔通，阮兜鸡鸭鱼肉啊都食到袂暗了，恁留来家己请啦。各位先生啊，恁兜若是鸡鸭鱼肉，愈食到袂当了，昨年那去互阮烤。各位先生啊，先生娘啊，小花意思，哎呦，小花意大思，嫂，我若无物件互你，请收起来吧。真感谢哦。我来到，唔要讲有人哎，快点来，我家己摕就好。哎，我家己摕就好。大嫂啊，你辛苦。无呀，无什么代志，我要倒来去啊，我要倒去啊，我要倒去啊，我要倒去啊，哎呦。